生啊，佢聽唔聽到我哋講嘢㗎？佢聽到嘅，但可能未必即刻理解到。阿哥，我係烈仔啊！你冇事就好啦。阿爸都好擔心你㗎，你仲記唔記得發生咩事啊？你揸住部電單車咧，有人開車撞你㗎，你仲記唔記得啊？你係咪有嘢想講啊？阿哥，你認下我阿哥，你昏迷咗半個月㗎啦，阿哥。你冷靜啲先啦，佢啱先醒返，你完全恢復係需要時間㗎。唐姑娘講得啱，對病人唔可以操之過急，大家俾啲時間佢啦。慢慢嚟啦嚇。Sorry， 係我激動咗。父母對子女嘅愛係唔需要懷疑，但係呢種愛令到被告罔顧法紀，鼓勵個仔喺學校欺凌同學，導致無辜嘅人命傷亡。事後唔單止想毀滅證據，仲想嫁禍其他人，逃離刑罰。就算配合調查，主動向受害人嘅家庭作出賠償，亦都無法彌補所造成嘅傷害。本席相信，被告作為一位母親所作出嘅行為係可以體諒，但唔可以原諒。你必須要為你作出嘅行為付出代價。判決並非只係對被告嘅懲罰，而係希望令到類似嘅悲劇唔會再發生。本席宣判，被告黃娟4項罪名全部成立，依例判決5年監禁。阿哥已經醒返啦喎，你唔開心咩？淨係醒返，都仲未做到嘢。醫生講咗㗎啦，一定會好返，時間問題啫。時間就係問題。點解今次我由得佢哋審判我入嚟都要坐監？因為我一走，我呢幾廿年打嘅江山就會冇晒。甚至益咗一隻癲狗程長榮，我應承咗監，就有人可以領功，有人可以攞着數。我同佢哋咪就係坐埋一條船咯，嚇！全部都係交易，交易唔係講公平嘅，要贏唔係你有幾勁。係要睇下邊個最冇底線。你係狼，但係比你阿哥比你更加狼、更加賤。你兩兄弟可以拍住上，但係做衰嘢係要你阿哥去做。只要阿哥好返，我點都得㗎。搞你阿哥，即係搞我哋韓家。
你殺咗咁個偷車仔，你咪俾啲直狗嗰隻癲狗去搞事。你係一個喺醫院呢一段時間，嗰隻癲狗一定搞事，但我哋要企硬，但係唔可以傷元氣。知啦。好好睇住你大佬。明白。為何時一就如烈火燒過每個可能過，無餘力去追問，心跌痕在生，伴隨熱火吹身體狂，不知火燒翻過如一，埋沒對錯隔不遠。心難被煙燻，前隨鬥爭光與暗，察覺傷感，遮蓋是悲傷，被良善責問，自誰斷情不於正義，而遺憾得諷刺，自問自答參不透難，望着平靜人意，但無視理智，退到腳邊失願正注視。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路剎不住，臨入命理空得差異，漫長路建立好日子暗知，但望內心在淌血，參不透難事，望着平靜，但無視理智。退到腳邊深淵正注視，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路剎不住，落入命理空得差異，漫長路建立好日子暗知，合望內心在淌血。